以赛亚书第6章第1节到13节。第1节，乌西雅王过身迄年，我看见主坐伫真悬的宝座顶，伊的长袍垂落来，盖满圣殿。伊的周围有16匹天使徛伫四后，每一个有6只翅、2只蛇面、2只蛇骹、2只做翅背。因彼此呼应：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伊的荣光充满全地。门口的军旗因为呼应的声摇颤，圣殿有烟满满。迄时我讲：我有才华，我袂忘啦，因为我是嘴唇无清气的人，搁住伫嘴唇无清气的人中间。我的目睭有看到王，上主万军的统帅。然后有一个16匹飞我来我遮，伊的手用火眼对祭坛顶眼一块热热的炭，将炭捂伫我的嘴唇，讲：呾，即个捂着你的嘴唇，你的罪过已经除去，你的罪恶有得到赦免。了后，我听见主的声，讲：我通找啥人？啥人要为着阮去？我就讲：我伫遮，请找我。伊阁讲：你去甲即个子民讲，恁听阁听，毋过袂明白；恁看阁看，毋过袂了解。你着互即个子民的心钝、耳孔重、目睭花，才免因目睭看见，耳仔听见，心明白，滑倒转来得到医治。我就讲：主啊，着偌久？伊应：着到城市荒废，无人住，厝无人徛，土地彻底趴荒，一直到上主将众人徙去到遥远的所在，境内真济土地受气杀，连迄所在所剩的1/10的人，嘛会阁受毁灭。但是，亲像绿树、橡树，虽然互人插起来，毋过树头还留地。迄个树头是圣的族类，